第47届金鼎奖伫今举行颁奖典礼，鼓励真侪优秀的出版品和出版社。今年也有真侪关注本土的台湾文学作品得奖，亲像盐粉地带文学、白色画像，拢受到肯定。恭喜得奖人！金鼎奖颁特别贡献奖予一生坚信出版本土作品的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金鼎奖是台湾出版社上荣耀的国家奖项，创办到今已经第47届，文化部伫27举办颁奖典礼，鼓励侪侪优秀的出版品和出版社。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前卫出版社经营40多年，特别贡献奖是一个地道的荣耀。社长林文钦悄悄讲，家己到存命，会伫咧本土的路线继续拼落去。一个国家的国力应该是反映伫文化内面顶，我也鼓励咱的国人同胞，你能力范围会使的程度之下，爱来讲咱的台湾话，讲咱的母语那我都写咱的台语文读册咧，读台湾册大家共同努力。这届得奖的多数出版品，台湾文学有真侪出场的作品，比如和白色恐怖相关的《白色画像》和《火烧岛罗马到15号》。另外，伫咧政府出版品杂志类有深刻台南特色的盐分地带文学，自2005年创刊是全国第一本风土文学杂志，以文学关注在地的环境、人文和产业，这18年来头一届得到金鼎奖的肯定。在这个风土的范畴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作家们都觉得他宁愿上盐分地带文学，也不要上联合文学杂志哈。所以我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盐分地带18年，我们成年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得到这个殊荣。那最后我想要引用那个台南的前辈作家叶石涛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没有土地哪有文学。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台南这块土地。出版是台湾软实力和文化展现非常重要的产业。文化部长苏铁表示，这几年出版业拄当侪挑战，文化部嘛会思考对各方面来支持。伊指出，文化部对待规划较大，有48%用伫咧买册，比南亚扩大发放来挺台湾出版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